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全国大专院校的冰湖锦标赛，这几天伫台中比赛，有10外间的学校拼输赢，展现团队合作。两队队员轮流等冰湖，队员是伫另外一边发声提醒，要甲对手的冰湖让互开，也是互家己的冰湖较活得分的所在。这种运动号做地棒冰湖，伊的算法甲规则甲冰湖是真相像，让足刺激嘛真紧张。你可以体会到很多紧张刺激的时刻，然后在队友或是自己丢得很好的时候，会有很多人给你的鼓励呀。然后就会感觉到自己会比较的兴奋，然后很开心。然后参加这个活动，我其实觉得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。那这一项运动呢，可以说是老少咸宜的一项运动。那包括其实连我们身障的这些朋友也都可以来玩这项运动。目前冰湖伫咱台湾还无普遍，不过希望会当用比赛来推测，让更加侪人斗阵来耍冰湖，体验运动的滋味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